度，所以咱今仔日会当来到遮互相相见，真正是上帝完全的祝福。所以咱来感谢上帝，愿上帝祝福您在。虽然外口真寒，总是上帝话、上帝的规律，毋忘通温暖咱的心。即时，咱做伙来献归圣诗第132首。咱今仔日要吟的第一条歌，我相信真侪人拢真熟，对细汉的时阵就开始吟。这条歌不只是台湾真流行，事实上，这是对国外就流行起来，所以这条歌差不多放伫全世界，只要是基督徒，伫地所在甲国家，拢真侪人来吟，所以咱来吟第一节就好吼，来。所以这是一个基督的歌吼，咱再搁一遍搁别，主耶稣听咱。来，咱对第一节来。耶稣听我在言，因为你在你身边，细汉囡仔虽软弱，我所会听小苗苗，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圣经。我著拄读的时阵，我事先我有改，所以那可能我读写我毋对去吼。迄个细汉囡仔虽软只，耶稣话听小命命。咱来读这个第二节的歌词啦吼，咱来读第二节的歌词来。耶稣听我有死，有将天门开到离，我的罪过伊洗净，互伊生囝入内面。第三节吼，第三节来。耶稣听我三冬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落尾，伊要带我见天父。咱做伙来吟第三节。耶稣听我三冬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落尾，伊要带我见天父。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圣经。伫遮我嘛要邀请上司也呼吁，有可能咱坐较后壁的时阵，因为我毋知影今仔有偌侪人会来，总是有可能人较少，总是我要邀请啦，坐伫后壁吼较稍微死，所以会当坐来较后前的所在，有人气的所在较温暖，所以邀请也请咱大家做伙来做伙来准备咱的心吼。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326首。圣诗第326首，是一条基督的歌。愿咱透过基督，真正勇壮徛伫人主的面前。咱做伙来吟看卖吼，圣诗326首来。心和平兄弟情行，万秋君的力量，独
端吼端，甲歹应价端吼，甲歹应价端，迄个爱读白话字啦吼，较清楚。甲歹应价端，吼，这是押韵啦，押韵吼，台语的押韵。咱搁来吟，咱无啥识，因为是纽西兰的歌，总是这条歌真优美，真水，真水吼啊！所以咱搁吟一遍嘛，毋忘咱通亲像圣囝共款，咱通受群伊拄起咱的罪，互咱甲歹应价端。咱做伙搁来吟第一节好吼。心和平兄弟心家，万主公的力量，都给万罪我给还，大恩给端。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也帮咱扶持，请咱陪伴咱的心，咱做伙来听候等一个开始的敬拜。
是谁会上耶和华的山？是谁会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怨虚假、酒蛇无囥奸鬼的人，即号人着耶和华赐福，搁对救伊的上帝得着伊。这个是超耶和华的族类，雅各的上帝，这是爱见你的面的人。三角来念圣诗俄罗，圣诗第132首。耶和华，耶稣听我知明。会众起立，念全首。耶稣听我在面，因为记在的心间。细汉囡仔虽能食，耶稣会听小苗苗。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的心间。耶稣听我已有时，有将伊门开到你，我的罪过已洗净，予伊洗行入来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的心间。耶稣听我三担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天边。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的心间。请大家游玩起来，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两倒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神，我信是公教会，圣道的上土，最下面，肉体可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三角来启用文第150篇，也是以赛亚书61章，伫圣诗的后面。我来去请会众来用。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
差我去传好消息予善乡人，宣布受掠的人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离释安悲哀的人，欢喜由代替悲哀，因受称做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予因报赏，因的后代你立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旧的这几年，拢有你的恩典甲固守，互阮安然经过。感谢你，互阮看到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甲恩典，互阮会当来圣殿做伙敬拜你。感谢你创造这美好的世界，也创造阮，互阮会当有你各种的体验，毋管有好的，有歹的，互阮更较深认捌家己的欠缺，互阮会当爱护珍惜你所陪伴的一切。阮知影珍惜家己，亲像你爱阮一样。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圣经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36节。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36节，我来读。你看到耶路撒冷互军队包围的时，就知这个城要毁灭啦。这时，伫犹太的人就逃出去山内，伫城内就离开。你庄下毋通入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要应允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伫遐的日子，有生的甲互伊那食啉的负责人非常不幸，因为大灾的要临到这个地，上帝会大生气，要临到这个人民，因会互刀剑杀死，嘛会互人掠去他国。耶路撒冷互外邦人吞下，直到外邦人的期限满。迄时日月星拢会显出兆头，地上万民会因为海涌哇哇吼，惊惶不安。人会因为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代志惊甲昏去，因为天顶光体拢会摇颤。这时人会看见人子充满宽荣。甲大阳光坐份来临，这个代志也会要发生的时，恁就举头挺身，因为恁拯救也要到啦。耶稣佫用比喻甲因讲：
恁看见无花果树，甲一切的树，恁看见这个树不厌的时，就知热天也要到。亲像安尼，恁看到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就知上帝主权你要实现。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要未过去，这个代志拢会发生。天地要消失，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恁家己着谨慎，才免因为贪食、酒醉、甲生活挂虑，恁的心麻痹。直到迄时，亲像罗网，互忽然临到恁。因为迄日临到徛伫全世界你的所在的人，就不时警醒、祈祷，互恁有气力闪避一切你未发生的代志，通过徛伫人主的面前。学老，咱请圣歌队，学老哈利路亚，学老主名，请。正道，这时请五牧师来正道。题目是徛伫人主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的恩典，甲咱大家做伙伫地，也甲这个伫网络还是电视头前的人做伙伫地。求上帝特别赏赐温暖，甲咱做伙。我昨昏去到昨伫中华教社部伫嘉南教会放一出电影，叫做《流麻沟15号》。我大概看第2遍。这边看的时阵，心内底有一个感受，就是伫上冷上黑暗的所在，
嘛有性命会伫遐发光。所以虽然即摆一冷，所以咱也愿意，咱会当用咱的性命，互边仔的人发光，得到温暖。所以假使你若愿意，我顶礼拜已经讲过啊吼，你若愿意会当用你的手温暖边仔的人，总是假使伊也感觉讲无适合握手，就卖，好无？会使啦吼，请握到迄个，互你的手烧起来迄个人为止，请开始。你的边仔若较啥物事，你会当徛起来，甲搁较侪人主动用你的手，也是你的话，互边的人得到温暖。亲爱兄弟姊妹，我嘛要请咱毋通只是牧师安尼讲，恁才安尼做尔吼。迄长去的时阵嘛爱安尼哦吼。时常互人温暖是做基督徒某一个部分的责任哦。爱记即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是阮活伫一个黑暗，甚至阮有当时啊感觉无希望的时代。总是主。阮也知你就是阮的盼望，求上帝帮助扶持，互阮得到温暖。是阮确实有当时啊受到阮身体性命的限制，总是求上帝帮助扶持，因为你是救阮的主宰。求上帝帮助祝福带领，帮助阮心通开听见上帝你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所要对阮讲话。这个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讲阮前3世纪的时阵，迄时阵有人来统计，也是算当时伟大的建筑物——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奥林匹克的宙斯神像的像、埃及的金字塔。摩索拉斯的王伊所在的所在，罗德港太阳神的大像，伊弗所阿底米庙甲亚历山大城的灯塔，这7个所在，互当时的人号称合起来叫做古代7大建筑。奇迹，伫迄个时阵，这是主前西元前3世纪，所以伫迄个时阵，耶路撒冷圣殿也未修建。有人安尼讲，假使将时间扭长，地热放互大，那安尼中国的万里长城、约旦 Petra 的这个神殿。土耳其圣索菲的大教堂，印度的泰姬玛哈林，巴黎的铁塔，甚至是现在应该即摆阁是世界第一，咱即摆这个世界吼，这个时代叫做可能阁即摆世界上悬的迄座塔叫做杜拜的哈利法塔。有人讲，第一放互大时间放互长，这个拢通算做是建筑奇迹其中之一。事实上，第1世纪的耶路撒冷圣殿山建筑群，我讲过，当因咧算的时阵，这个也未开始修建，总是。人嘛安尼讲，第1世纪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建筑群一定嘛会列伫这个建筑奇迹内底，因为当时代的罗马皇帝拢捌学了过这个建筑群，安尼讲，无看过毋敢相信，看过的人感觉真歹相信，伊是安尼学了哦。无看过，毋敢相信，讲有遮大遮水的所在。结果无看过的人，看过了后，佫感觉伊看过，佫若是假的。
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爱知这样代志。不管是古早还是现代，当人第一眼看到的时阵是偌惊，想讲透这项物件，总是正的拢我都留到永远，甚至后来咱会感觉，这真自然嘛。就亲像电火，这个开始的时阵，人是偌惊吓，讲透这种代志，结果咧，即摆咱迄个气、迄个开关无开吼，咱会感觉安怎？还是歹是无？咱感觉真自然，总是咱爱知，当人一个看到，包括吸盘、电视、录影机、录影带、翕相机，这一个出现的时阵，人拢感觉安怎？哇！他有这物件，他有这项物件出现。当时人偌惊，总是当迄个替代品一个出现，当初掠做偌伟大，亲像永远会伫地代志甲物件，即群就无去啊，敢毋是咧？翕相机，咱即摆都有人咧用翕相机，还是咱拢用手机啊？其实有啊，其实有人咧用翕相机，总是咱上侪人翕相是安怎翕相？咱拢用手机啊，对无？咱爱知影这项代志，慢慢咱生命中，这个过去咱掠做会永远伫地所在，总是有当时啊，遐替代品一个出来，咱就感觉这个物件就无去啊。随上当主耶稣伫耶路撒冷咧。圣殿咧预言讲，将来伊所徛的这个圣殿会受拆毁，伊的话是充满困难。表面上咧对咱讲，所有的荣耀拢是真短，真紧就过去，总是伊搁较侪是审判，伊的话搁较侪是审判，伊要爱咱知影看会清楚。遐个所谓建筑基业，无一间毋是起造伫别人的痛苦顶头，用百姓百姓所摕到的成就，这项代志，就会互这个建筑物耽误败坏的未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不管咱即时看起来，摕到的成就偌水、偌荣耀，咱摕到的成就若起造伫迄个无助的人受剥削的基础顶头，这家家拢是为迄个亲像古代七大建筑基迹顶头，咱爱知影，这个七大建筑基迹到现在剩几个，咱爱知影。剩一个尔，埃及的金字塔，剩迄个，总是迄个嘛变做观光的所在。换一句话来讲，这个拢会受气散，这个拢会受气散。所以对军队主耶稣的人，耶稣有话要讲，伊咧对咱讲。是咱毋知人主啥物时阵要来，总是咱爱备办好势，通伫伊来的时阵，就挺身徛伫伊的面前。咱爱有这个资格，挺身徛伫伊的面前啦。安尼，咱免啊有这个资格咧。咱好好来读今仔日的经节。路加福音21章2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看到耶路撒冷互军队包围的时，就知这个城得被毁灭啦。主耶稣安尼讲，耶路撒冷，主耶稣直接讲，耶路撒冷会毁灭伫对敌的手。这个讲论其实是甲伊行往耶路撒冷的这条路顶头所吟唱的哀歌互相呼应。路加福音13章34节，耶稣安尼吟：
咱做伙来读这个经节，做伙来读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太死神殿，各用石头钉死上帝找你来遮的施主者。我偌多摆爱要自执你的囝儿，亲像家母自执家囝，甲因压伫石鼓下，恁拢无爱。咱来知影，主耶稣的这段话，拢亲像神殿的爱歌共款。伫迄个神殿的册顶头，咱一直读到这个爱歌，这个爱歌拢咧吟唱。当时传统的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是圣殿伫地所在，是上帝的家，所以假使耶路撒冷互人来攻破，不只代表军事甲政治的失败，更较是信仰甲信仰毁坏的记号。所以，若耶路撒冷受遭灭，那安尼这拄代表上帝百姓背逆所来得到的结果。所以，路加福音1章22节，主耶稣煞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要应验圣经所记载的一切。这是上帝受气的时刻，就亲像过去犹太人受了，迄日来也是安尼。路加福音1章24节煞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会互刀剑害死，嘛会互人掠去达国，耶路撒冷会互外邦人吞达，直到外邦人的期限满。所以主耶稣讲一遍，耶路撒冷会搁沦陷，犹太人会受掠。当迄日来，上帝百姓要搁一遍拄着围困、刀剑、受掠。虽然这个灾难甲迫害是读起来、听起来是这么震动，总是主耶稣提起。会有结束的迄日，所以会有结束的迄日叫做外邦人的期限满。这句话是哪家有真侪讨论，所以我直接无要讲是哪家太侪讨论的。到底是咧指外邦人要受审判，还是要指外邦人来信上帝？这句话。咱无啥清楚，新加坡真侪描述不过，因为期限，迄个原文的意思叫做Kairos， 迄个Kairos有合宜的时机，或是危险的时机，两种意思。所以有可能就亲像双写记的作者狄更斯所写。头一句话双写记，迄个小说，头一句话叫做“迄是上好的时代，迄是上歹的时代”。换一句话来讲，主耶稣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项代志。迄日满，外邦人的日期满，有可能是表示毁灭，总是有可能迄日嘛是转机。总是不止耶路撒冷被毁坏，煞落去耶稣的讲论，更加关系这个咱所关看的天。路加福音1章25节煞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迄时日月星拢会显出苗头，地上万民会因为海涌哗吼，惊吓不安。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灾难范围甲困苦的状况，比耶路撒冷一城的倒坏更较大。然后这个描述其实甲旧约的先知所描述的真相相同啦。因为亲像以赛亚就捌安尼讲，以赛亚书第13章第1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读来。
天顶的星星天体拢会发光，日头一个出来，随时变黑暗，月亮嘛暗淡无光。咱今仔日比较较知影，是安那即个袂发光的原因。不过伫当时的人来看，这的拢是天顶可怕的异象。然后是安怎会有这么可怕的异象呢？先知拢咧对咱讲，这是因为上帝迄个大个通惊的日子要来临，所以这叫做主耶稣将我的讲论符合旧约的预言。总是主耶稣说落去，嘛要对咱讲这项代志，这拢伫上帝的手头内底来发生。虽然路加福音21章26节，咱做伙过来读落去，咱做伙来读来，人会因为这世界特别发生的代志，惊到昏去，因为天顶的光体拢会摇颤。就亲像先知所讲，上帝来日要予天地震动，这个天地变化对一般的人来讲，当然会惊、会乱，甚至会昏去。总是对遐个重视相信伊的人来讲，却是一个毋忙，是上帝审判的教，伊的审判不只针对耶路撒冷，嘛针对全地。总是路加福音21章27节到28节，主耶稣予咱的一个应允，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迄时，人会看见人主充满权能甲大荣光坐云来临，这个代志。特别发生的时，恁着抬头挺身，因为恁的拯救特别到啦。上帝来，就是人主要来，咱通惊。其实迄是毋是咱应该惊的日子？颠倒是伊要来讨棒，要来拯救，陷落伫苦难中上帝百姓的日子。所以，咱爱在这项代志，得到救赎的日近啦。莫怪主爱咱坚心忍耐，然后挺身抬头，领知这日会来临。刷落去，主耶稣用一个譬如来对众人安尼讲。路加福音21章2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佮用譬如甲因讲，恁看无花果树甲一切树。咱来知这个所谓讲论，是一开始这个门徒咧问耶稣讲：这是耶路撒冷要倒去的，安尼什么时阵要发生？然后来是有什么兆头？这路加福音21章第7节。所以这个时阵，主耶稣就应答。时间，伊咧针对时间来回应。伊安尼讲：当恁看到无花果树的时，路加福音21章3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看到这个树不应的时，就知热天得要到。我毋知影咱最近有伫市面一个行出去，就发现烟花开啊，对无？咱有看到烟花。今仔日台湾嘛真特别呢，迄个毋是免行去到山顶就看会到烟花啊，对无？最近哦，爱其实烟花开，咱知几个礼拜尔咧，差不多2-3礼拜尔。所以有时阵有可能这回看到后回就落了了。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亲像这叫做大自然的调头。主耶稣嘛用伫当地人拢看会到的调头，特别对这个农业社会大汉的学生，当因
看到迄个树顶的迄个布影，就知这个季节到热天啊。所以主耶稣透过安尼咧对因讲，随上嘛咧对咱讲，这圣殿会毁坏，天地有出现异象是上帝互咱的记号，就亲像袂过树到热天歇的布影。那安尼，迄日要来的进程，就亲像大自然共款，要有掉头。所以。路加福音21章31节刷落去，主耶稣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亲像安尼，恁看到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就知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换一句话来讲，做上帝囝儿的咱爱看到这个代志，就知这是上帝要施行伊主权的时刻。主耶稣并无讲上帝国来哦，无，伊是讲上帝国君啦。得要实现迄个得要，其实是君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记号咧提醒咱，上帝主权毋捌愈来离咱愈来愈远，是离咱愈来愈近。上帝主权是安尼，刷落去，主耶稣安尼讲。路加福音21章32节到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也未过去，这个代志拢会发生，天甲地会消失，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咱爱知影这句话，互人掠做是金句，总是咱爱知影，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啥物款的意思，毋通三咧黑白讲。伫主耶稣的讲论内底，往往将用这世代来指遐个毋信伊的人，甲迄代。伫福音书内底，咱一直出现这字，所以主耶稣伫遮咧指出，遐个拒绝毋信伊的迄代，会亲目看见耶路撒冷毁坏。这是伊的话袂消失的原因，所以当咱要引用这句话时，爱真细字，毋通三咧啥物话拢黑白讲。换一句话来讲，主耶稣是咧迄世代毋信伊的人，讲恁会亲目看见，是因亲目看见，因为当主后70年的时阵，耶路撒冷被毁坏，这是当时。迄是主耶稣讲这段话了后的30几冬，就发生伫迄代，互因亲目看见。这证明主耶稣的话袂消失的原因。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的话对这个世界甲毋信伊的人，有可能是审判，总是。对对伊的人来讲是假事，伊爱咱清楚怎样伫咱的生活顶头来回应伊，所以刷落去耶稣吩咐咱爱安怎？路加福音21章3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家己着谨慎，才免因为贪食、酒醉、甲生活的看路，互恁的心麻痹。伊知影咱时常互生活顶头的看路，一直夹伫咱的心，然后呢，甚至咱会因为安尼过贪食甲酒醉的生活。咱爱知影，真侪人会食甲较肥，真侪人，我想咱可能毋捌看过真正真肥的人。迄个食甲真肥，就是有酒醉的人。咱爱知影，因真侪人拢是因为心内底有结，才会安尼。咱爱认命，因为看到现象，就知有可能拢是心内底破病。所以
主耶稣拢知影这样代志啊，伊爱咱怎样着谨慎啊，毋通过这的生活，爱知咱会毋忘在伫伊，爱世字，因为迄日会忽然来。路加福音1:135节，刷落去，主耶稣安尼交代。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地到迄日，亲像落网，忽然临到恁，因为迄日会临到住伫全世界逐所在的人，就亲像那阿落伫索多玛的时，请千万毋通互酒、互酒肉甲生活的忧愁，互咱的心甲性命受麻痹。这要互咱伫人主面前徛袂牢。路加福音12:36节，上尾主耶稣伫这段经节内底，安尼对咱提醒，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着不时警醒、祈祷，互恁有气力，通逃避一切得要发生的代志，通徛伫人主的面前。所以，咱时时警醒的原因，时时警醒，毋是叫咱莫困，颠倒爱好好困。主要说是爱咱伫灵性顶头保持教育的清醒，那安尼就需要祈祷。不只是咱每一个人，搁较是第一的群体，搁较需要。伊毋望第一的人，甲教会爱成做祈祷的群体，迄个叫做不时祈祷的意思，就是有机会就祈祷。伫迄日人主来时，照咱迄时生活性命的状况，积极来祈祷，才有法度互咱迄时徛伫人主的面前。亲爱兄弟姊妹，不管是偌伟大的建筑物，偌先进的军事武器，偌强搁有力的政治体制或是经济体，这个若起做伫暴力、骄傲、剥削、贪婪、甲不公不义顶头，这个早晚就会过去。就亲像咱即摆知影古代的7大建筑叫做新野共款，咱目睭所看的这个嘛早晚会过去，因为因会互更较强、更较大的力来取代。就亲像台湾嘛捌一座讲是世界上悬的建筑物，对吧？啊，你要起遐悬，当然人就会比你想讲要比你较悬，所以后来迄个世界第一就去互取代掉啊，对吧？对嘛吼？所以拢会互更较悬、更较想要追求更较悬、更较大的力所取代，这叫做历史。咱爱加读历史，较知影这种循环的周期。要将这种用强压强、用暴力压暴力的发展，只有用听甲非暴力，才会当停止这个恶性的循环。事实上，主耶稣的军队者所争取、所上注意的，有可能毋是平等甲人权，有可能毋是。总是坚持徛伫人主面头前所做性命的见证，以及咱用性命见证的主，必然会叫遐个剥削人权、起做不公义政权体制权势者，坐也毋是，徛也毋是，真受挑战。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才是叫做福音。
假使咱所见证的福音无都做到这项代志，那表示，那安尼就表示咱所见证会有问题。恐惊是咱毋知影的时阵，已经离开迄个呼召咱的主，甲权势、金钱、甲撒旦握手做朋友啊！咱爱承认这样代志，咱就亲像柴斯特顿所描述的，教会得称做义，毋是内面的百姓无犯罪，是因为因拢犯罪。有非基督徒讲啊，恁教会看起来拢乱糟糟，检采咱只有法度安尼讲，啊无你礼拜看卖啊，更较乱。虽上若毋是主，咱不配也无法度，伫审判的时徛伫人主的面头前。人类学家宣教师丹少，伊旧年伫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内底，想要企图做一项代志，然后后来既然成正做人类学家，伊是宣教师呢，后来既然变做人类学家，伊企图要做一项代志，就是用因的语言翻译圣经互因。伊毋嘛要做这项代志，胆小，结果有真侪困难，发生真侪困难。因为伫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所在，因相信真侪所在拢有神，因相信就亲像台湾共款，迄石头神啊，吼，树头神啊，什么所在拢有神，总是伫因的话内底，并无一位创造甲掌管万物的上帝这款的观念，加字无，因无这种字。然后伫旧年甲因生活的过程内底，短小发现因的部落顶头每一个大家族拢有一个类似迄个仲裁者的长辈，迄个只要伊出马，迄个冤家啊更较厉害，嘛需要两边和好。所以伫因的语言内底，称这种人叫做黑友。黑友，真趣味啊！因称这种人出现，就叫做黑友。所以，这个短小在翻译《创世纪》第一句话的时阵，伊安尼写，伊讲比咱的祖先更较早以前，黑友创造天地。然后。这个人读到了，感觉真神奇，嘛有疑问。我毋捌听过这种讲法的。嘿，又是不只是我尔，嘛是阮大家万物上悬的仲裁者带来和平的。这个胆小安尼应答，假使伊若是咱每一个人的嘿友，就不只是你哦，嘛是咱这条河对岸迄个食人族。的嘿友，伊问即句话，然后因安尼应答，安尼迄就害啊，阮就爱甲对方和好。当主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罗马帝国亲像强大狗，把伊勒死一只狗遐，遐尼简单，敢毋是咧？迄时，主的门徒逃的逃，闪的闪，好人的好人，出卖的出卖。第一个人惊遐，毋知要去叨位。即时你若半2000年后，啥物人会互人记得？迄个时代的人一定会跋罗马帝国千秋万岁，但毋是咧。总是2000年后，迄个强大狗看无一切帝国咧，遐个伟大看起来建筑物咧。亲爱兄弟姊妹，
我要邀请咱大家检查咱的性命，侪时阵拢跋输。咱爱知影，其实性命亲像冒险。咱带一个人嘛是跋讲，伊会甲咱斗阵真久对无？啊，咱要去食头路嘛，共款嘛是跋呢。啊，我是毋是有法度？咱拢会跋讲，我是毋是有法度做会久长对无？迄拢跋呢。总是伫咱的性命内底，侪时阵有可能会跋输。总是毋茫，当咱上尾徛伫人主审判台前的时阵，咱通跋赢。我真爱天主教会咧翻译这段圣经的时阵的翻译，迄是路加福音21章19节，这是思高本吼，这是天主教会的翻译。迄个华语啊，我读华语给大家听。你们要凭着坚韧保全你们的灵魂。咱的灵魂时常毋是走去遐就是走去遐，迄叫做魂不守舍。咱的灵魂时常互做捆绑，因为安尼咱真正需要主的话提醒咱，透过祈祷来谨守。忍耐，保全咱的灵魂，互咱伫迄日来时，伫伊面前徛会牢。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阮确实是有罪的人，阮确实是一群有罪的群体，是阮中间有时阵会出现侪。会冤家，会出现侪无上意见的时阵，主求你拢怜悯阮，因为阮知你要伫阮中间成就和平，你要伫阮中间帮赞扶持，你要伫阮中间用你无罪的性命定伫是价顶的时，主阮就知。阮爱学你，也共款用听甚至流血来成就和平。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知，阮军队的你是真理，是活命。求上帝帮助，因带阮的性命，互阮当迄日徛伫你的面前的时阵，会当挺身徛会牢。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参加来啉圣诗回应圣诗第326首，心和平上帝圣囝。会众请起立吟全首。心和平上帝圣囝，愿就君的力听，拄起阮罪恶过关，甲攀岩阶段。一切罪行拢破碎，什么个体会？为听阮休息个我，求你引带，人生路途随。盼快乐到终站，心和平上帝圣囝，
原来的力量。会场请坐。奉献，请穆桂英技术、陈素叶技术来书献。你是我。会场起立，三脚来吟诵奉献诗。报告，未报告大声，咱来三脚来读金句。献开周报第一页，吼。我来读，会场他请读两遍。着不时警醒祈祷，互恁有困难通躲避一切未发生的代志，通徛伫人主的面前，请。路加福音36章，献开周报第2页，就间各团去集会，甲顶州奉献明细，若有错误，请向办公室来更正。消息报告，现在第3页。本主日行政部会议在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3月初5，妇女曙光纪念主日为曙光关心大道。3月份就月中日。长老黄传俊技术叶立义、黄约瑟。3月份定期中集会，伫第2场礼拜结束了2701会议室召开，请部员将报告交你办公室。中日后
总集会后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教会消息：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111学年度第1期奖学金申请，在中昼12点查址。陈美智老师带领新牧神线上查经班，本来是3月初2吼，即马改3月初9，3月9日吼，礼拜四晚上8点开始。每礼拜四查考使徒成段，请大家扫描 QR code 来加入。服务团契野外灵修，3月11日礼拜六早起8点对教会出发，详细咱家己来看。教界消息：大溪教会3月初4上午10点到12点举行青年团契联合集会，若有趣味的，咱家己来看。上年教会110周年专题研讨会，若要了解，咱家己来看以下。新德中会教社部东山环境教育佚佗，若有趣味，咱会当来参加。4月22日。明细咱家己来看，新德双年团契日本南北九州鹿儿岛之旅，然后想要参加的明细咱家己来看。以上，请为牧师为咱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咱今仔日有注意到，咱礼拜堂的迄个装塔吼，对这挂出来的表示，搁偌济要到，因为是顶礼拜是大斋节，用传统基督教的节期来讲，叫做大斋节的开始，然后大斋节迄个圣灰拜三开始的40天了后，就是搁偌济，所以。这个挂出来就表示，搁偌济要到，请咱用肃穆安静的心，伫这个中间，伫这段期间内底，咱通用祈祷的心，就亲像这个是我所讲的，用祈祷的心来过这段时间。愿上帝帮助夫妻透过这个装塔。当然，伫马丁路德改教的时阵，伊是连是物件拢摕掉的，因为伊惊人爱偶像崇拜。总是近代教会其实嘛较无感觉，咱是咧做偶像崇拜。咱透过这来提醒咱，透过这个图画图像来帮助咱思想咱生命中的迄位上帝。这头一项，第二项我来补充报告就是这个邀请咱来。查经，即摆的查经真简单，就是上来，所以咱的周报也有，然后 PowerPoint 也有吼。咱查经，咱若要加入，真简单，就是用 Line 来加入了 QR code， 扫 QR code 就会使。然后咱就当加入迄个群体。每礼拜四，其实咱来感谢美智老师，因为美智老师对去年开始。就咧带这个查经班线顶的查经班，所以真简单，咱伫厝里只要每礼拜四暗时8点拍开迄个来，就会当做伙查经。然后去年是查路加福音加创世纪，然后今年是路加的第2部叫做使徒行传。所以阮有要邀请咱大家来参加美智老师所有诶，咱伫厝里就会当做伙，不过莫伫迄个赖群组顶头抛什么货哈，要拜托咱大家，
就是意思就是讲单纯就好。单纯迄个就是做查经的时阵，咱遐拍开，免逐工伫遐问好免，这两免，求上帝帮助夫妻，互咱使用现代的方式，然后咱伫厝内就会当来一礼拜一礼拜地查经。第二项是我要补充报告的是双联教会的这个对儿童、少年有兴趣的同工来做训练。所以，迄是一天，咱教会共济会已经甲确认，就是会甲双联教会来协办，然后伫新约中会内底只有咱教会尔，所以是会邀请新竹甲桃园的兄弟姊妹教会兄弟做伙来到遮。当然，迄日虽然有甲夫妇团契野外灵修有三争着时间，总是不要紧。就是放心去佚佗，然后放心来受训练。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养妻的下一代，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祝福差遣圣诗第396首，打要散会，求主赐福。会众起立，吟全首。吟首唱完，请牧师作祷。打要散会，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军队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传路。眼光冠冕归主性命，总愿心志免惊吓。真理传播百倍修成，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光顶。教会分享对阮做起，所修炼阮那家天。阮的心心求主帮赞，哪久哪知阮无限，阮定无限，阮定无限，孤单充满通世间。当阮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听痛，圣神的相通，甲阮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平安礼，
咱互相请安，问好，行平安礼。